設計公司唔選擇防火板原因咧，係因為怕咩喎？點解咧？因為香港嘅天氣，當3月天氣同埋冬天嘅時候，一個乾燥咧，第二個潮濕咧，導致咗能膠受潮，個有一定嘅水分。喺廠冇事喎，但係送過香港咧，時間長咗或者通過冷氣一吹咗啊，佢就會起泡噶啦。防火板最常出錯嘅地方咧，一來咧就係起泡嘅問題啦，第二來咧就係嗰個膠板貼咗夠唔夠實嘅情況。時間長，佢亦都會脹出嚟嘅，就縮爆嗰個膠板。第三個咧就係比如你個膠板個角位啊，會結拍氣嘅問題啦。第四個嗰個彎位咧，時間長會開裂嘅問題。咁我哋工廠咧，針對呢方面咧，比如我想喺呢個防火板面前咧攞條坑咧，咁對於防火板嘅表面咧，有啲工廠咧係用能膠嚟黐嘅。好，凡係加一黐，你再攞條坑過去執油嘅話，時間長咧，佢呢條邊位佢就會爆油噶咯。我哋工廠咧，無論你點做都好，無論你點變化都好咧，我哋一定要堅持一個原則，唔可以用能膠去黐嗰個表面，一定係用個白膠壓一定嘅時間，使到佢乾透咗之後，然之後再攞坑再去執油，咁咧就避免咗拉油拉坑嘅佢會爆油嘅情況啦。喺個工廠願意去做呢樣嘢，專唔專注去做呢樣嘢嘅問題啦。呢啲就係時間沉澱。咁我做得生態板，我做得快，咁我起步得快，咁收錢得快，咁你防火板就唔係啦。